政府吼，这个消防公车对咱新化地区吼，尤其咱大坑里、跟大坑里吼，这甲偏远的中部时段吼，若要就医，还是要去咱新化街啊，还是要往咱市内吼，当然是真好的一个施政的措施啦吼。为咱这个山区的偏远地区来做了这方面这个交通，带来互咱这山区这个老伙仔真大的这个方便。有真侪所在吼，必须要是不是搁干提升一挂，就是讲这个点、这个据点呐，要来扩大，要来增加。我们把原来的绿14跟绿15的2条公车路线，把它变成是小黄公车路线。我想这个对于在地的居民的需求会非常的便利哈。那小黄公车的特色就是，它有预约班次，所以除了我们保留原来的这个尖峰学生比较多要搭的这个大车班次之外，把离峰的班次通通变成小黄公车。另外是因为变成小黄公车，所以在这些固定班次以外，就可以来预约搭乘。刚刚沿路从172线进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非常狭小而且弯弯绕绕，确实我们用计程车的车型来服务是最佳的，而且效率也最高。那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在上半年就开始规划第5期的小黄公车路线，总共会有11条。那都开通之后，会把行政区扩展到27个行政区。咱这小黄公车呢有2种方法。一种是固定的班次，就是甲咱一般坐公车相同。哦，你当站牌仔看时间表，时间到的时阵车驶来，记看到这个小黄公车的牌仔，会记甲下手，车就会停来，互大家当来坐。哦，第2种呢，会当来用预约。若要预约咱小黄公车，就是上班前一天下晡5点进前，哦，打电话来咱这个公车的公司，哦，就会当2个人以上，就会当来预约订车。而且咱站牌1公里以内，可以当到府接送来服务，哦，非常的方便，欢迎咱乡亲多多来利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小黄公车的好处，我相信经过我们多次的说明，大家都知道了，是计程车的服务，这个公车、大巴士的收费，对环境也好，减少排气减少废气。那对这个消费者也好，因为他们的享受会更舒适；对业者也好，因为他们的成本可以降低；对政府也好，减少碳排，大家都高兴，所以是一举多得的一个政策。台南市的公车、小黄公车的覆盖率已经高达超过92%，达到公路局的标准了哈。那我们是从55%哈，从108年从55%的覆盖率，一直到92%。这几年来，交通局的努力哈，大家都看得见。那也感谢业者的支持，更感谢我们交通部公路局经费的支持，让中央跟地方协力，提供民众交通的便利。希望小黄公车的政策能够持续，让服务更多偏乡的民众。了解国家欢收看12月18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伫今年度所举办有线电视推广地方文化节友表扬会，会中中嘉宽屏上主称有线电视所推出的南岛印记，以优秀的制作水准提下优等。另外，中嘉集团的基隆、港都甲庆联等有线电视嘛同款优等，总共提下4个大奖，成为全国有线电视获奖上济、上届青赢。中嘉宽屏上主称有线电视所制作的节目《南岛印记》，主要是增加民众对故乡历史文化认识，透过学者专家解说加导览，传让观众了解这个土地曾经的历史。不管是台南盐的产业发展，体验过去曝盐的辛苦，或是记录三观学共同将台港流域当作学校，打造出甲河海共生的流域学习，以及面对台南400，带大家重新加入安平来上一节历史课等等的主题，让大家更加疼惜这片土地。如果有渔获的话，就从这边打开。今天有没有渔获？没有渔获，告诉我们一件事：要不要珍惜海洋资源？
中嘉款评对成立以来长期投入地方文化推广，对家人到高雄持续制作并播送反映地方特色的文化节目，所以受到 NCC 肯定。今年度除了上主青有线电视以南投印记核选优等，另外基隆、港都、庆联等有线电视嘛摕下优等，总共4个大奖，成为全国有线电视上届车赢。该节目嘛将安排伫中嘉国有线电视的平台放送，互更较侪观众有机会欣赏优质的地方文化节目。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台南市永康区爆发幼稚园虐待儿童案件，议员林彦昭陪同受害家属出面，指控有7名儿童伫校园被老师扒头、强灌食物，甚至动写眠床，而且第一时间家长要求调监视器也被拒绝。对此，议员出面要求教育局3天内将处理的结果公布予社会知影。台南市永康区一间知名幼儿园爆发虐待儿童的案件，受害的家长上午伫议员林彦昭的陪同出面来指控，表示囡仔对这个月初伫校园内遭受幼教老师来扒头、强制灌食物，甚至还个过肩摔，互家长相当的心痛。我看到了，就是我女儿的好朋友被打，我当下真的很难过，因为他们都很小。然后老师用被子盖住他的头，小朋友在床上5分钟都没有出来。如果今天是我女儿窒息了，那怎么办？然后小朋友被重摔拉头发，真的很难过。老师打了我女儿的头，那我以为是我小孩太调皮了吗？调阅监视器看完之后。完全不是他乖乖的在床上铺棉被老师过来，什么话都没说，就从他后脑勺扒下去。那小孩吓到会哭嘛？然后老师再把他重摔到床上，我完全不知道老师这个行为为什么可以当幼教老师。家长向着议员来订正，第一时间要调阅录影带时，却被拒绝。议员质疑教育局是咧包庇业者。当看到录影带，发现幼儿园的老师对待囡仔的方式，任何人看到拢会来抓狂，认为实在是太过恶质。你们教育局真的很恶劣。他去幼儿园看，只看到所谓的女儿，就让他看女儿。女儿伊就是个扒头，甲强灌食。好，儿子呢？儿子既然隐匿，你教育局就是隐匿，包括你社会局也隐匿。他的儿子被重摔、被打头，你们既然隐匿，没让家长知道，你们不觉得你台南市政府，你相关单位是生气也有啦？哈？我看到我都非常的抓狂。对此，市府教育局回应，家长用的查阅袂当抄录，原因是因为个资袂用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和第三者的权利受到伤害。目前教育局已经进入调查，如果属实，涉案者将会中当来处分，终身袂当阁担任教保员。幼儿园除了开发，也将处以停教或者是减教等处分。家长有这个需求，而且社会也希望说能够看到到底是什么行为。那可是我们能够处理的就是阅览，家长先来看所以这一块其实局里面也做了，有时候让大家先来看这个资料。可是大家可能也要帮这个行政机关必须处理的点，这个依法行政的部分，必须把这一个个资的部分不受到其他的因素、外在的因素这个干扰，以避免第三人的这个合法权利受到损害。所以我们必须就是在现存的法令里面做这个查阅的动作，但是就是在抄录的部分是有困难的。上午出席记者会，除了议员、甲家长、教育局，另外包括社会局、法制处，还有警察局，甚至市府秘书长方进成嘛拢到场。最后，议员要求教育局3天内要完成调查，并且公告，希
幸福社会一个公道。未来类似的案件发生，一定要提供去识别化的监视画面给家长，袂用的搁再给家长求助无门。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为了帮助身心障碍者会当学习自理生活，创造更较侪舞台，台南市慧心关怀协会伫市府社会局补助，18号伫林德正式成立工作坊，成为台南第36间社区日间作业设施，希望让身心障碍者会当就近伫社区的接受照顾甲训练，实现自我价值。虽然现况只是一间租用的透天，不过以后伫遮将接受20位身心障碍者提供照顾甲训练，号名小星星工坊。该日间作业设施位伫林德，由台南市慧心关怀协会经营，希望提供身障朋友更较侪学习甲发展，实现自我价值。我们在这边，我们再加以辅导，然后再加以带领他们在工作场域的一个特性。那当然了，还要学习一些生活技巧，还有一些知识能力。那我们在这部分呢，也会请很多的老师来陪伴他们，来教导他们，然后让他们慢慢能够融入到社区，学会自己独立。启用头一天，包括林德区长等侪民代贵宾拢到场，希望让新丰区有需要的身障者一个月3000块，得当就近接受照顾甲训练，减轻家庭负担。目前台南已经有38处社区日间作业设施数量是全国第2名。那但是我们有发现，依照身障人口数的部分，在我们的新丰一带就是仁德、归仁、关庙、龙崎这一带的资源跟人口数比起来，都还是有一些需求。所以非常感谢慧心关怀协会愿意在我们仁德区再开办一处社区日间作业设施，可以让更多的身障朋友来受益这样子。那也欢迎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就近来这个地方洽询接受服务。慧心关怀协会表示，照即伫台南15岁到64岁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朋友，拢欢迎报名。洽询电话0626672267。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湾守卫天团登记以来，积极办理各项社会公益，并且卖伫每一档的年尾固定发送自强号的慰问金。期待让弱势族群伫寒人特别感受社会温暖。台湾守庙天坛113年自强号岁末送暖活动，18日上午伫庙前的广场举办。为了公平起见，慰问金审查作业委托中华日报代为办理。经过严格审查，今年总共有764位通过自强号补助资格。希望伫这个寒冷的冬天，为因送上来自守庙天坛信众的爱心关怀。今年嘛是总共有700几个人来咱每一个拢有我一个慰问金，讲送来的这个金来大家人讲咱这个最好的是大家讲，大家讲代表咱用不上的，代表咱用不上的重点性所管理起，咱会当足满意的心情，主要的原因。活动即天，民政局长江林煌、社会局长卢宇聪、中西区长蔡家富、议员沈振东、蔡宗豪，以及秘书陈明才也拢到场支持，感谢守卫天坛长期热心公益，帮助弱势。咱上有爱心的天坛，逐天拢有举办着这个自强户的寒冬送暖吼，即届拢总有764户拢总开一个人拢有6000块，拢总400几万。虽然这个金额对天坛讲起来有哪毋是足大数字，毋过咧，咱逐天拢会当相向安尼举办，也有上这个难题吼。守庙天坛伫遮呢，虽然嘛做啊足好，毋过咱徐董事长嘛继续咧上看，又甲我问，咱呢台南伫咱的弱势族群，各有啥物族群？这个族群有啥物样的合作？所以呢，我嘛足感谢咱的徐国任董事长跟咱的李干事，伫咱守庙天坛玉皇上帝的迄个保庇之下呢，我咧想未来会愈较侪迄个社会福利的代志，来照顾咱的所有的弱势族群。天坛党干事会表示，每一次慰问金发送，拢是汇集信众爱心甲善意，
望受助者日后会当以感恩的心，将这份温暖传达落去，成为一种善的循环，也鼓励社会大众做伙加入行善行列，让社会更加美好。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台湾卖力超个人社会有关老人病症候群参像失智、郁卒、营养不良，或是衰弱等等，就是想伫短期间急性发作，若要好好处理，甚至有可能需要大用护结果。对此，成大病院跨专科的整合照护，不止处理急性的问题，同时建立老人病症候群的评估，让长辈会当安心伫厝养老。衰弱是一种容易被忽略，而且影响真深的老年病症候群，特征包括体重的减轻、智力下降、倦怠等。若无适时的介入，将增加跋倒失能的风险。对此，成大病院运用个人问题筛检工具，作为检视长者的功能，并且依照中医方剂学的概念，提出一贴高龄方剂学，运用伫个大院期间全方位的照护。中药方剂学这个君臣佐使的概念，其实跟我们的急性治疗的高龄急性治疗其实很类似。我们的君的部分是在讲说，我们这些长者其实在住院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有一个主要的急性问题，包含我们的肺炎、泌尿道感染，或是有一些意识障碍或电解质不平衡的状况。但是相对来讲，这些长者其实有很多的慢性病的问题，其实没有被适当的控制。包含有一些长者，他可能是有一些帕金森氏症造成他的功能退化，而我们没有办法辨认出的话，就没有办法让这些长者得到后续的照顾。所以臣的部分是在讲说这些慢性病的照护。那在左的部分就是在这些我们高龄的老年病症候群的处理，包含潜在的营养不良、失智、老年忧郁跟这些相关的一些老年病症候群的介入。那最后是使药，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些长者都需要各个次专科的一个帮忙，包含说我们有些长者是因为骨折跌倒骨折入院，那这些骨折长者就需要我们的骨科的团队来帮忙做这些骨科的开刀的治疗。那接下来就是说，如果这些次专科，比如说我们其实也有很坚强的这些包含身心科啊，或者是一些皮肤科，这些其实都是在对我们这些长者的后续各个次专科的一个介入照护都是很大的一个注意。所以提出这个君臣佐使的概念，就是我们希望可以经由一个很简单的口诀，让我们这些住院的长者、急性这些住院的长者可以得到后续最好的医疗。医师强调，量早发现甲介入老人病症候群，不但会用改善高龄的患者的有后，而且嘛用互长者伫家己熟悉的厝内安享晚年，实现高龄友善的医疗目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伫要过年，大家拢期待一家团圆。入袂少家庭伫围炉以后，就开始招亲朋好友来拍麻将。对此，台南有一间百年饼店，特别伫农历过年之前推出用棉花糖所做的麻将礼盒，应景佮古锥的造型，一推出就吸引大家好奇的眼光。光天化日之下聚赌打麻将，不怕被警察抓，这些人的胆子还真大。但仔细瞧瞧，原来不是真正的麻将牌，这其实是台南就来发饼铺的创意发想。业者利用喷印机器，将每颗麻将的图案花纹印在棉花糖上，做出这组既应景又可爱的麻将棉花糖。什么时候适合买这个回去？这样过年了，应景，对，应景哈，对，应景，很特别哈。为什么？第一次看到。那什么时候适合来买这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过年哈。对啊，因为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来应景一下，玩一下麻将嘛。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大人打麻将不是？对。然后小孩干嘛？
小孩就可以在一边吃啊。那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啊，除了大人啦，在我们的桌上啊摸个8圈，小孩子家人一起团圆和乐融融的时候啊，小孩子在一旁啊也可以吃的这样子可以食用的麻酱，然后也增加家人之间啊团聚的一个情感。除了这次的麻酱棉花糖，就来发之前也推出过花神系列棉花糖，以及世界12强棒球赛挺台湾碰壁等产品，同样也是造成不少讨论。我们之前也做过那个，元和宫的神将法器，还有我们的三老爷宫的花神，还有我们的有一些台南400，我们也做，以及12强，对12强，对挺台湾。就来发的面点糕饼用料实在，口味独特，深获在地消费者喜爱，也是许多国内外游客来到台南必买的伴手之一。6代传承的就来发饼铺，不只着重传统，现在更发挥巧思，用创意持续擦亮100年饼铺的招牌。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除了台南100年的饼店，伫台北嘛有一间超过50档的面包店，对寿桃到鸡卵糕拢在卖。该店国宝级的师傅都要将传统的糕饼早入日常的生活，嘛用于细点的技术。现在第2代头家则是食品科学的博士，伊放弃教学，要来接手，希望不断研发改良，为传统的糕饼佮注入新的生命。来到这家中山区锦州街上的糕饼店，琳琅满目的商品，举凡台式面包、欧式面包、西点蛋糕，到中式汉饼、蛋黄酥，甚至是萝卜糕，全部应有尽有。每一件产品都是镇店之宝。但若要说店里的招牌，这个台湾人都吃过的寿桃，绝对会让人一吃惊艳。采用新鲜牛奶与天然奶油制作，口感细致绵密，深受顾客喜爱。我们家的寿桃算是我爸精心研发出来的，就跟传统的其他店家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那因为我们强调的就是用料的不同，那我们就是用新鲜的牛奶，还有天然的奶油，然后再加上制成上呢，比一般传统寿桃再多了好几倍的功夫。在盐压的部分上，然后特别的一些方式会跟人家不太一样，然后全程要非常的低温，所以在制作上是会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做出来的品质自然就会比较绵密细致，对。那加上我们的馅料其实也非常用心，我们馅料都是自己去豆沙馅店去熬煮的，就有自己特有的馅料这样子，对。所以让人家寿桃吃起来不像是传统硬邦邦的，比较像是一种西式点心的绵密的藕案，对。会将西式烘焙技术融入台式糕点，是因为老板父亲国宝级师傅何进兴先生精通中西式糕饼，以扎实的功夫开创独特风格。第2代老板何成章更为老店注入新活力。身为台大食品科学博士与营养师，何成章不仅继承父亲的烘焙技艺，更以自身专业持续研发产品，让糕饼更健康、更贴近消费者需求。我爸他本身在这行做了50几年的经验了，那他本来就是一直追求自己、要求自己完美的一个师傅这样子，对，所以他最早开始也是学传统的东西，跟着老一辈的师傅在做，但是他就是常会在想说，要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可以接受。他除了汉饼之外，他也是西点师傅的弟子，对，他西点的部分也做很久，所以他就会把这两些原料啊材料结合在一起。对，那其实，在饼的饼皮制成上，他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调整。其实可以说他的配方其实很厚一本啦，然后会发现每一年都不太一样。同样的东西，它可能每年都在改一些配方的比例调整。其实当初也是挣扎蛮久的，对，因为其实这方面我以前算是比较陌生。我虽然小时候有在帮忙啦，但是都是在贩售为主，制作方面真的是有点陌生。那时候会想回来，是因为会觉得说我们家的东西其实很有特色。那尤其以前在店里帮忙的时候啊，就看到很多爸妈带小孩子会来啊，然后就看到寿桃啊，就很开心，然后一边就会讲着说啊，小时候为什么都会拜寿桃啊，吃寿桃啊，感觉一种文化的传承，对啊。那尤其看到说越来越少这种有特色的店，其实传统的东西通常就是被人家
诟病的一点就是它的油脂啊、糖分都比较多，比较傲一点。对，那所以我们进来就是会尽量把这边的比例调整的下降一些，但是口味上又不会说有所影响。那我们现在就是尽量在制程中都尽量小心，好，注意它的卫生安全，然后还有就是它炒焙的方式这样子，然后可以把糖分啊尽量减少一些，油类跟糖分尽量减少，让大家吃起来比较不会有负担。秉持老店要像百宝箱，随时满足客人愿望的经营理念，店里的产品超过100种，涵盖西点面包与传统汉饼。在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的时代，老板始终坚持使用高品质、安全的原料。这份对品质的承诺，赢得了顾客长久的信任与支持。我们大概每天大概会走过这边，然后他们每一个小时、每个时段都有不同的那个面包出来，所以就进来看看。当天的八字跟气场适合哪一款面包，我们就会买哪款面包来吃。对，我觉得它的面包体蛮软嫩的，然后吃起来比较不会外面那个很干的感觉，口感也不错。大概就是像一个家庭的老朋友一样，每天会来一访，多了一点亲切感。所以说这个每天都一访的原因是在这边，然后所以大部分都会想办法。我过去的经过看看今天的面包的感觉，那就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其实真的很想剪一些品项掉，但有时候这东西没做，就客人会一直问，就可能会一直在问说，我们小孩子就很爱吃啊，或者是我爸妈就指定一定要吃这啊，老人家就一定要这的东西，对啊。那有时候真的是老人跟小孩都是很物质，你知道，对，这样只要吃不到，就一直在想念，那所以不得已我们还是会维持到这么多啦。对，那这样就有点像是我们这次的想法嘛，就是我们的西点面包啊，其实都是大家的心里的一个宝。其实台湾发生很多次的那些食品安全的什么毒奶粉啊、低欧油之类的，我们店都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我们在第一关的原料把关上就做得非常的严格。对，那就我觉得这是一种对消费者的态度，基本的态度。糕点是宝，客人也是宝。这家立足台北、传承半世纪的烘焙老店，用顾养顾味的精神，守护着旧时的美好味道，并在每个节日与日常当中，让客人回味那份属于台湾人的甜美记忆。记者李慧台北报道。感谢收看在2月18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很慢呢。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
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